Hello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阿傾偈。咁咧呢一次咧，我就呢個節目我就同大家講下 Z50 Pro 同 X5 Pro 兩個分別啦。咁首先我哋講翻出咗都有3年幾嘅 X5 Pro 啦。咁 X5 Pro 咧，咁佢會係多咗個 eMMC， 同埋佢用嘅芯片咧係會比 Z50 會靚嘅。咁喺畫面出嚟咧，佢亦都有我哋如果影相識影相嘅，都知道個格數係比較重要，因為我哋架車係行緊去影嘅。咁 X5 Pro 咧，佢就提供30 FPS 嘅。咁喺1080嗰度選擇咧，亦都有90 FPS 呢個選項。咁加咗內置32GB eMMC 內存，再插埋卡，咁去錄嘅時間會比較耐。咁另外就係提一提就係Z50啦。Z50咧，咁佢嘅新出嘅機，咁佢出到嚟嗰個感光，即係個鏡頭嘅感光，個鮮豔度咧係好靚嘅。如果你對比，如果係靜態嘅時候咧，去對比咧，可能會睇出嚟，可能仲會比 X5 Pro 靚嘅。咁但係佢嘅 FPS 最多只有25格，咁形成喺我哋車行嘅時候拍嘅時候咧，可能會比 X5 Pro 冇咁好。咁至於選擇咧，咁雙劍遊人有能力嘅就選 X5 Pro 認為普通用得下嘅選 Z50。咁叮叮拍啲車 cam 都其實都比出面韓國嗰啲車 cam 咧好多啦 ，app 又易用咁只不過係個型號個選擇。咁呢一期嘅節目咧就講到呢度啦。咁大家就如果有啲咩唔明可以去我哋客服度查詢啦，高博卡。咁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，subscribe 嗰個鐘仔。多謝晒，拜拜。